台湾头一粒全部家己制造的气象卫星大风者，按算今年9月会发射出去。这国家太空中心今早起有举办大风者卫星启航仪式，总统蔡英文和行政院长陈建仁等官员也拢出席典礼，希望这粒卫星会当帮助到咱的气象也有科学研究。 在报告顶悬签名，老接开会了后，头班车载卫星箱离开。台湾家己做的大风者卫星14载起为太空中心的翅膀运出，准备送去桃园机场。它会发出电磁波打在海面上，它接收到以后经过讯号放大，然后讯号处理。 然后可能可以估算出来这个海浪到底浪高多少，对于气象的预报非常的重要。大风者卫星是第一粒台湾制造的气象卫星，自制率超过8成，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反射信号接收机，会伫550到650公里卫星轨道接收全球卫星导航相关的信息，来计算海面风场资料。这是目前上缺少的气象资料。我们未来发射了10几颗卫星。 所以变成它就自然形成一个星群数据量甚至会比现在的福卫7号、6颗还要更多。大风者卫星配合地面雷达的高解析度跟海风场资讯，营造为风台路径、中港和预测加海气交互作用在研究。太空这个网络接起来以后。 跟我们地面上的网络接起来以后呢，你可以想象很多的应用，现在才正在开始。承载台湾发展太空产业、参与太空时代的决心。那么猎风者卫星更代表了台湾制造，不仅能站上国际，也飞向太空。 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长陈建仁等官员亲身出席大风者卫星启航见证。其实卫星原本第一季就要发射，按过进前规划在的纪录性试行火箭，去年11月第一摆商业发射失败，才延后时间。今嘛大风者卫星准备好，要在纪录性火箭第一发射过亚那升空。台湾这几年来自主研制卫星实力继续提悬，除了希望大风者为全球气象科研带来贡献，也希望台湾在太空 产业设计、制造和发展，应继续向前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